提供你们很重要的这个学佛的观念，尤其念佛法门，尤其是念佛法门针对净土要怎么样具备这些观念。如果下面这几章，如果你懂，你明白，对你的信心的建立啊，有很大的受用，很大的帮助。我们来看这一章，谭鸾大师他在《往生论著》里面，他提到这几句话。有的人念佛，他不相应，为什么不相应？佛都大慈大悲啊，佛都是平等的啊，怎么你念佛，我应该要普照你啊，满你所愿嘛，应你所求嘛，啊，那为什么求不到？你要做什么都得不到，那别人呢？一念惊天动地呀，知道吗？啊，像广清老和尚一句佛号，一念出来，哦，整个像大地震一样，梆梆梆梆梆这样子。各位，为什么人家的威德、这种功德力、念佛的专注、对念佛的信心，各位跟我们一般不一样？我们的人呐，最脆弱在哪里？好，下面谭鸾大师连皇帝都赞叹他，叫做谭鸾菩萨，他是菩萨，也就是说他的境界、他的修为很高，让皇帝都欣赏，非常的崇拜。这个是谭鸾大师他讲的话。念佛有3种不相应，一则我少了一个字哈，一则信心不纯，纯这个字不朴实啊，不朴实，也就是它不实在，不厚道，也他可能他不花俏，不欺骗，不耍手段。我们这个纯是这个意思，纯这个意思，但是不纯就是你好像这中间有杂质啊，并不是很单纯，不是很朴实，不是很实在，所以你的信心不实在的话，就有的若存若亡，有时候是出现的，有时候是消失了，啊，那为什么？比如说我们碰到顺境、开心、高兴的时候，你有信心；碰到你不顺意的时候，懊恼啦、烦心啦，啊。可能你做事没有那么顺利啦，不能如心所愿啦，这种情况你可能马上就退转，你的信心就消失，所以就叫信心不纯，不实在，不踏实啊，不扎实，他的信心是个软弱的，非常软弱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有时候出现，有时候又消失。所以这个叫做信心不纯，那你不能相应，你念佛不能相应，跟佛不相应。第二个，信心不一，不专一嘛，不一致嘛，不一致，因为你没有决定的原因，这个缘故啊，你不一，这个很大的毛病。信心为什么不一？比如我们今天要发愿。我们一定到西方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今天看到说，哦，哪一尊佛怎么，哦，我愿意到东方去，可能我愿意到北方去。你看方向不一，不一致，知道吗？不一致。念佛啊，你看念佛，他念佛，有时候有各位，今天。他可能要靠这个投靠阿弥陀佛，明后天呢，他要投靠观音菩萨，后来天又要投靠地藏王菩萨，后来又隔几天又想投靠药师如来。你想想看，他不一啊，不一，没有专一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你没有专一，所以我们念佛一定要一致，前后一致，不改变。不换题目，我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永远不改变。所以，如果
你不依的话，你的信心就不够坚定，不够坚定，你没有决定嘛。信心是个软弱的嘛，是摇摆的嘛，是摇摆，所以你没有决定，一会这个一会那个，那这样你信心不一，叫做信心不一，没办法相应，没办法相应。第三，信心不相信，你不能持续不断。念佛本来是自始至终嘛，从头到尾都是一直念到底。但是为什么你不能相续呢？不能够持续不断的呢？这中间有被间断了，又被间隔了。为什么？很多人，我们呀念佛号里面的最主要的目的，它的用意，佛号本身的主要的用途在哪里？就让念的人到西方，阿弥陀佛救这个念佛的人呢，顺利往生，顺利去成佛。名号主要是做这个作用，因为你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假不实嘛，对不对呀？虚假不实，你要靠这个没有用，它靠不住。靠你的财富吗？靠不住。靠你的地位？靠不住。这都是靠不住。所以我们就佛呢，要让所有的众生一次彻底解决，不要让你再受苦，不要让你再受难。受苦受难，佛不忍心，所以让你直接去成佛。所以佛号它用名号来救度众生。如果你信心不相续，就一念坚固，有其他的杂念啊，其他的想法把你间隔了、间断了。什么杂念？我们有的不是求西方，求什么？我要求健康，我要求大富大贵啊，我要求天福延寿。我希望能够子孙满堂，那它间断了，有杂念，它有妄念，有这些的念头在给你干扰，所以你念佛没办法很专心，没办法很专心，所以你不相续。本来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你不管什么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我们一句佛号好，不改变嘛，不间断嘛。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念佛的心态。但是，因为你念佛呢，是求大富大贵，求来世，我希望投胎更好的地方，我希望更有将来。你是为了求这个，所以你间断了，是间断了。如果你用这样子三种，好，信心不相信，信心不一，信心又不纯，那你念佛不相应。跟佛的本愿不相应，不符合他原来的本意，不符合了佛的宗旨，不符合。各位，所以这样听懂没有啊？所以谭鸾大师很清楚告诉我们：哦，你产业怎么样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？为什么这样子不能相应？原因是有这三种所造成的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改啊？好，我们一定要很纯，要纯。他说不纯，我一定要纯，就是要实实在在。不一，我一定要一致，对不对？我不相信，我就是要坚持到底，我永远不改变。这个，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到，各位念佛有求不应，有求必应的，就有求必应，心想事成。你要什么有什么，因为名号的功德无量无边、无穷无尽，代表了阿弥陀佛的本身，也是阿弥陀佛全部的功德。那你想想看，世间的任何东西怎么拿来跟名号相比较呢？没有办法比的吗？所以名号的功德是圆满的，是一切的都是具足的。所以只要你一念佛，求什么有什么。求平安得平安，求健康得健康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你不要求，他就自然给你嘛。佛都要让你去做了，都要让你去成佛了。那这个世间的这些问题，佛怎么不让你那个随心满愿？是不可能的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，有信心，那你是有求必应。好。这个观念非常重要，因为重要，所以师父提出来给大家参考。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改掉，信心不纯改掉，信心不一要把它改变，信心不相续我一定要转变。那这样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，那你在念佛一心一意的、很专注的、非常虔诚的、很精进不懈的。
啊，没有懈怠，那你绝对佛必然救你，必然救你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各位大家要明白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要明白，大家互相共勉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